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婚林土库一间干妈店伫昨下晡熊熊发生爆炸，现场一个83岁妇人人规身躯真侪所在烧烫伤，送送病院，加在无性命危险。为什么会爆炸？当地调查。规片窗仔门的玻璃拢震碎。 厝边摕扫帚斗相共拼，离尾下昼5点外，婚林土库马公路一间10几仔店，突然间传出正大声的爆炸声，厝边赶紧走来看发生什么代志。其实都烧掉了。烧掉了。哦。衣服可能也都破掉了。哦。我女儿陪她就跟她拿件衣服给她带陪她去医院。 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赶来随封锁现场。除了雅士路边规片拢乌臭焦，也测到雅士浓度超过标准，所以认为有可能是83岁老妇人伫咧煮饭时阵雅士捞菜造成爆炸。要个进一步伫咧查。你对面呢？哦，你对面。从前为什么我还以为是发生车祸啊？到场之后发现现场玻璃已经碎裂，消防人员立即将瓦斯桶移出。现场发现一名女性伤者，年约80岁，共有20%的一度灼伤。爆炸的地点敢若是伫咧灶骹，所以消防人员先将家属桶搬出来，以免阁发生意外。好佳在火无阁传开，因那83岁老阿嬷身躯有真侪微烧伤，无性命危险，已经送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中国对台军演，美国嘛展现对台湾的支持。美国的海军第7舰队有公布相片，正是讲昨昏有2架美国的海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月初来咱台湾访问了后，美国军舰头摆通过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若昨日，佮传出有中国无人机飞到咱小金门，有学者就认为讲，亲像这款侵扰的行为，咱国军爱想办法应用。 国军发现有无人机挖机，马上通报中国社群网站，流传这段影片，疑似去国军外岛据点的公校附近，佮将中华民国国旗用服务。发现不明飞行器短暂掠过上空，经比对研析，因为民用无人机及依标准作业程序涉及信号弹警示，无人机亦随即飞离。 金防部证实，27下晡，历史确实有民用无人机侵扰，依照定时处理了后，无人机马上离开。未来会用无体源冲突为原则，用距离等必要反制措施。不过有学者认为，亲像安尼侵扰行为，未来可能会更较多。对官方来说，这样的做法它的成本低、效益高，民间玩家策动的可能会因为模仿犯效应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如果在非战时的时候弹药去攻击，可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在成平时期可能会用软砂去处理，干扰它的信号，装有捕捉网的小型无人机去抓这些无人机。方法一定都有，但是高层有没有授权给这个哨所进行一个反制？面对这种更多的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的规则可能也要去随之而去做一个改变。美国海军第7舰队伫官方网站表示，孙秀南安提坦号甲昌塞勒斯维号。 依照国际法经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承诺。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佮经历中国对台军演才进行了后第一摆，有美艦经过台湾海峡。国防部回应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动态，一切正常。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有全程监视警戒，随时做好拍败任何呛到的准备。面对中华政策紧张，军舰无人机一直侵扰，国军要做好有效反制，大家拢正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较偏小热，嘛无稳定，过昼到落西北风。另外，伫日本东南边的海面上，即马有一个偏南陆风台，目前行向日本，看起来暂时对咱无影响。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到拜三之前，各地拢是小热的天气。若过昼，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有西北风，中南部是爱细致局部大雨。今仔日的高温是32度至35度。气象局嘛有针对台北、宜兰、花莲、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高温会达到36度。拜四开始才会变天，受东边低压带影响，加上透东北风，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有局部地渐阵雨，温度就会小可下降。另外，第11号风台偏南陆是行向日本东边的海面线顶东，暂时对咱台湾无影响。不过未来若是受大气压带影响，有可能就会偏西南西跨进台湾。
也毋过这部分路线也有变数，也该观察。来关心基隆的用水，基隆的新山水库即马水敢若剩4成，所以经济部已经宣布讲，基隆甲新北的汐止9月初3开始，暗时10点到透早6点会减水压。目前支援汐止供水的翡翠水库伫昨昏冒做人工雨。台电有集团联演出，这是归人条件海湾节为撇沙渔港带来不少游客，日头也真热情，真侪民众也雨伞，也有人提示一直伫热。不过，过去风桥水河道的归人2个月个无落雨啊，出现欠水的危机。经济部供水政策检讨会议27决定，9月初3开始，归人甲新北市汐止会在暗时10点到透早6点减压来供水，也停止喷水池，也是西大路这非紧急需要用水。经过评估，将基隆地区转为黄灯，那实施夜间减压供水。那水利署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应变措施，包括从翡翠地区来支援汐止的这个水量。归人的新山水库到2八早起7点为止，有效跳水量是373万9600立方公尺，跳水率大约是37.3%。不过前一天就用掉1.12%。若是阁无落雨，恐惊挡袂过2个月。不少归人民众拢表示，愿意共同配合减压来供水。大家都有难嘛，所以有时候可能大家辛苦一点，限水限一点，好像也可以接受了。先提早准备好储备的用水这样子，对，会有一点点影响啦，当然就天气因素啊。这阵支援是自供水的翡翠水库也在2八暗午后落雨机会实施人工净雨，归人市政府也准备好相关应用的做法。这个有30多部的一个水车，都在待命哦。只要有这个水压比较低或者是缺水的一个社区，我们就会这个用水车来进行相关的一个供水。归人市政府准备好水车支援地势较悬、水压较低社区的用水，不过也是希望早日落及时雨，化解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疫情，昨天咱国内是增加26000外的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日加变2成。明仔载就要开学啊，侪家长是赶紧带囡仔去注意风险。另外，老人已经会使做第4档，伫BA.5特别举起来进前，屏东这2天拢赶紧催65岁以上的时代进去注射。体育馆外口透早就出现真侪老大人来排列，屏东县府伫1月期间，设疫苗注射站，未少人接到通知，赶紧来注第4剂莫德纳疫苗。没有打算了，就是等通知啊，还是会担心的，还是会的，还是要打。已经要打第4剂了，前3剂都没问题的，这一剂就不会担心了哈。民众对疫情唔敢放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自被本土确诊，都增加26450例，比顶礼拜日增加19.5%。另外，还有31例本土死亡，91例重症情个案，其中1个1岁囡仔是密斯个案，目前情形稳定。没有慢性病史，没有接种疫苗。8月15号起陆续有高烧、呕吐、全身皮疹。幼儿莫德纳疫苗总共接种5917人。辉瑞疫苗昨天开始接种，总共有8687人接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佫出现慢慢压起来现象，为强化幼儿园保护力，自7开始开放6个月到无到5岁囡仔做 BNT 疫苗，第一天就8000多人来做。另外，3十多要开学，有未少家长烦恼BA.5的疫情传播，都医师提出建议。动线的交错，减少彼此接触的频率，这个可以在思考怎么去做设计。校园如果能够做到像医院这样子动线的一个安排，让大家能够说在动线的管理上不会那么的复杂，也许是一个有效的管理方式。毕竟开学日有不少县市鼓励民众带囡仔去做疫苗，希望提悬保护力，和开学了的染疫风险能降低。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审计部提出报告，警示讲台电大潭电厂有天然气无够用的隐忧。若是无第3天然气接收站，新起的8号机、9号机运转了后，恐惊佫会欠8万至115万吨的天然气。台电有回应讲，会规划家己起天然气的接收站来应用。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政府开8000万举行台北城市博览会，最后网友发现讲，官方网站英文版的内容问题了了。台北市政府研考会有坦白讲，经过检讨，这是审核过程做无周全，有过失，已经改正错误。若后续会检讨，嘛会加强内容审查机制。
来看联合报。高合一的选举伫11月2日要登票，今日开始到9月初2接受候选人登记。那特别都已经叮当起来啊！国民党主要的目标是放伫选赢台北市甲桃园市，那民进党是甲选赢台北市设做无选区的底线。民众党目标是放伫台北市、桃园市甲新竹市，想要吸收亚线哪里的选票。来关心前民进党的立委陈宝清已经宣布，因嘛要参选桃园市长。民进党桃园市党部是表示，准讲陈宝清去登记参选，安尼就该开除党籍。那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文平是讲，伊尊重陈宝清的选择，不过伊嘛是希望党内会当团结，争取选赢，继续执政。我决定参选桃园市长。大声宣布正式参选桃园市长了后，过一天就为无党籍议员参选人徛台。前民进党立委陈宝清受访时真感慨讲，宣布参选了后，虽有4、5千个海外一时五空户头攻击伊。我的支持者已经被警告要抄水表，我想不管是扭曲抹黑，或者是对我人格的打击，我想都会面对。陈宝清投入桃园的选战了后，互原本的国民党、民进党甲民众党三强的局面变做四卡赌的战局。民进党桃园市党部是表示，若陈宝清登记参选，就会开除党籍。对此，陈宝清认为这是意料中的代志。不过，要离开民进党的不是伊，伊愿坚定维护建党的精神甲核心的价值。面对桃园多变的选情，代表民进党参选的陈文平是讲尊重陈宝清的选择，不过也认为必须要接受党纪的处分，强调民进党要在现任市长陈文灿的两任政绩之下，继续来争取执政甲团结。桃园市的选举，因为过程比较丰富一点，那都有很多不同的考量。那有不同的考量，也表示说这个时候，在民进党在桃园是更需要团结的。那这个团结是团结在郑文灿市长的好成绩之下。不过，前副总统卢秀莲2月出席台湾和平公益社成立大会受访时表示，伊相信桃园市民非常聪明，这摆提名完全是违背民主的机制。伊认为党派不重要，选人才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县市长甲县市议员的选举剩无3个月，昨昏国民党开全大会，县市长参选人拢有到位。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要拼所有县市长拢选赢。朱立伦阁点名要争取连任的侯友宜甲罗秀燕，希望因做好家母带头的角色，互国民党伫年底会当选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化身总教练，强棒出击。年底选举要拼全垒打，国民党全大会2月伫桃园体育大学登场，党选声音响遍全场，气势真好。面对年底的选举，我们要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不止我们的正蓝，还要让更多的中间选民、年轻选民认同我们。这一次我们提出来的候选人，每一位都符合中道、理性、务实、稳健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徛伫朱立伦身躯边的是被看作是南亚上强的家母，争取连任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全体会展现团结气势，只是年底选战锁定轨迹。朱立伦无正面回应。另外，宜兰县长林祖标涉贪被起诉，也为选情投下变数。面对媒体，林祖标无加做回应，赶紧离开。这摆国民党要拼年底选举，各地再现蓝天，进一步第1控制数重回执政。暗过全大会现场煞出现状况。第一般提案处理定数的时阵，参加台北市议员初选失利的中央委员徐正文，不满提名制度，甲部分党代表发生冲突，场面混乱。国民党文团会表示，希望党内用和平沟通，共同为年底选战团结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市长黄珊珊伫昨昏嘛正式宣布，伊要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黄珊珊的记者会现场嘛有国民党的里长来徛台来赞声。面对这款情形，国民党的主办暗示讲，伊家己会对政见这方面落去拍拼。昨昏嘛提出运动方面的政见，讲要甲台北市打造做健康城市。那民进党的陈市长是提出主体政策，伊讲要降低社会主体租金，卖分厝税补贴。选举需要家母带家仔囝，2月1号早，一定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的家仔囝，就紧甲竞选扛棒换掉，因为因的家母27是台北市副市长的黄珊珊，总算是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有句成语叫做“姗姗来迟”，
其实我只是最晚宣布，但我相信，在众多的候选人当中，我是最早准备的最充分的人。高副市长辞掉了后，黄珊珊连夜召开参选记者会。虽然伊无当日参选，民众党家仔囝加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都出席对黄珊珊赞声。竞选团队统计，有93个台北市的里长讲要来支持，其中嘛有国民党的里长。你的道路是家己行，我既然决定啊，党中央要对我讲，我安尼生要甲我开除我的党籍。这不是我的考量，但是我真尊重中国国民党因的制度，这不是我人生的考量中间。针对国民党的里长公开支持黄珊珊，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是希望大家莫想伤济。我想我们在选举过程不需要有太多的联想，也不要有太多政治跟选票的算计，我们就是提出好的牛肉、好的政策愿景，争取最多市民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整个台北都是我的运动场。蒋万安自备提出伊的运动政见，希望透过免费体检加接点活动，提供诱因，予台北市民做伙来运动。同一天，陈市长提出伊的主题政见，希望将即马社会主体的租金降低10%，嘛，予户口伫台北的厝卡，逐个月加补贴1500块。增加钱当然是会撒币，但是呢，基本上对于年轻人，我们少一些币。那他会在社会有消费这样的一个经济循环，不但对年轻人好，对社会的经济也有帮助。年底选举剩无90天，台北三卡都是愈来愈竞争。记者林书豪、谢桂玲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现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早，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48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6769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已经超过522万例，日本超过18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全世界病例数目前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6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镜头来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区有2座正百公尺高违建的摩天大楼伫昨拆掉，10秒钟内就倒去。当地民众即马是较烦恼空气品质的恶化，当局是表示拢有在监控，拢正常。印度首都新德里卫星社区诺伊达32站馆的阿佩克斯，加29站馆的凯宴，内面850户空户，无到10秒钟，规个拢倒来。媒体几落工前就伫咧关心，民众嘛正期待。当这2座100多公尺高的大楼倒来时阵，现场的民众大声欢呼，认为是对不良建商的假释。As per the plans, the teams were working for this execution of the Honorable Supreme Court's order. 这边总共用3700公斤的炸药影响内面爆炸技术，以便碎片向外口喷出去。媒体报道，这是印度目前上大的拆除行动。这2栋大楼伫咧连接印度人口上侪北横邦加首都新德里之间的高速公路边啊，爆炸进前交通管制，几多千人先撤离。अपने हाथ से एक्सप्लोसिव लोड किए हैं टोटल 9562 के अराउंड होल्स थे। 厝倒来时阵，规天顶拢是土粉，互民众正担心空气品质。相关部门传100台水车加300位清洁人员应用。उनसे लाइव मॉनिटर कर रहे थे और उनका डेटा हर घंटे का हम लोग रिकॉर्ड कर रहे थे, जो अभी हम मीडिया में भी रिलीज करेंगे। तो दैट इज 伫印度拆大楼正罕见，建商若是违法，总是有办法规避相关法规，并且无代志。这2栋大楼的建商，2004年设置的建案，验过经过几多遍的修改，社区大户协会投诉因违反承诺，非法起诉。双方闹到法院，最高法院伫去年裁决建商将要甲厝拆掉、退钱，并且付利息予买厝的人。大楼规个倒来了，现场有8万活动的土角，大部分拢现场抬起来，会当阁使用的金属加建材是回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来关心北非的国家利比亚发生内战，首都嘛发生爆炸，引起火灾。尚无知影已经造成23个人死亡，140个人受伤。联合国驻利比亚代表是紧呼吁双方要有暂时要随停火。深夜市区一直会当听到枪声。北非国家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为当地27个饭店开始，两个敌对政府的支持者汹汹爆发冲突，附近区域的涂骹四界当看到大过庆节壳。地方政府赶紧撤离冲突区域内底60多个家庭民众。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有原有至少23个人死亡，140个人受伤。وأن الملاحقة القانونية والجنائية ستطال كل من كان سببا فيما آلت إليه الأوضاع بطرابلس。利比亚过去因为内战，和国内分化做两个武装团体，一个是得到国际信任的临时政府全国团结政府，占亚西部的迪利波里地区；另外一边是占领淡薄大城班加西地区的势力利比亚国民军。综合外国媒体报道，这场冲突是因为有一名民兵向另外一边势力的民兵开枪，才引爆这个冲突。结果人员无法度去到冲突区撤离居民，和卫生部批评这行为是牵涉到战争罪。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理查诺兰敦促各方缓和局势，而且将对量早举行选举达成共识。联合国驻利比亚代表团关到冲突升温，会阁一届引起内战，呼吁双方马上停火，要求避免用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论甲煽动暴力，造成冲突变严重。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南爱国家巴基斯坦最近落大水雨造大水，雨水涨流，冲害蚌花甲桥梁，冒超过1000人死亡。来关心柬埔寨甲中国合作，有了着2件人口买卖案，嘛了着4个嫌犯，内底包括一个咱台湾人。这台湾人恐惊会去互送去中国审问。来关心瓜地马拉的外交部长伫透早来到咱台湾访问，伊讲这是重要的访问，嘛强调因未放弃对台湾的约定。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金门昨昏有2个中国的查甫人掉伫金门大桥的桥墩，向咱的消防局求助。因讲因是伫半暝伫厦门耍水，无细字，互海涌冲到金门。2个人即马拢已经互救起来啊，也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爱先隔离2礼拜，14天后才会审问了解状况。端伤啊，一名20几岁，一名30几岁啊，那全身多处炸伤。消防人员有受凌船向河边行顶悬坐2个中国查甫人，伊被透早向金门消防局求救，讲因受困金门大桥桥墩。船艇沿大桥搜索，在烈屿端出发约2公里桥墩处顺利发现并救援2名伤者。根据了解，2人是伫厦门耍水，无细字互应冲走，才一路漂流到金门大桥。因为位置是伫金门，厦门警方建议因卡119，最后伫透早5点半互人救起来。2名伤者生命真相稳定，实施包扎等救护处置后，送往金门医院烈屿分院实施救治。2个查甫人意识清楚，全身躯真侪所在小可刺伤。虽然2人讲是无细致跋落水，毋过穿短袖袄、派皮包飘到金门大桥，因为因是非正式管道入境，会伫海巡收容所隔离14天，搁接受调查了解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花莲的自强外役加价，之前有2个收容人落跑，因无照时间登去加价，其中有一个姓柯的犯人，多蒙1礼拜，即马已经互抓到；另外一个姓康的犯人，已经伫外口多蒙5个月啊，即马是引起质疑，讲已经过要半年啊才公布，这款效率实在是有问题。你不要跟我杠哦！我跟你讲哦，我不动。警察发动突袭，请求30多人未获欢迎，就互压制。警方随即甲人铐起来，一直大声甲伊警告，卖领动，袂使走。就惊唔听话，一直反抗，佫逃走。好来，我们先作证。有没有带不该带的东西？没有。车手叶冠国互超身躯，知影家己已经走袂去啊，只好配合。伊的面有赤3粒星，真明显。伊是对花莲自强外役加价逃走的4苦的收容人。见时机成熟，以优势警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将许贤查获到案。趁转去厝探亲，超过期限无转去逃走。警方接到线报讲，一关伫个屏东的4苦逃犯可能早到苗栗，投靠朋友避起来。逃走1礼拜，2白天要光伫个竹南互抓起来。不过，要一个4苦的收容人已经走去5个月啊，也未找到。外界也质疑检警到最近才发布通缉甲公布相片，早起停尸今晚。那这次会发布中药紧急查缉专案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发生了这个台南杀警案件。那我们知道这个外役间还有2名逃犯还在外面逃跑，于是呢，我们赶快在25日的时候发布专刊。刑事局对此表示，另外新北地检署也发出声明讲，sin控的肖永林3月21逃走了后，3月22接到通报，就以上诉件发布执行通缉。这是连所有肖永林对外一家国来脱逃、台南台警察案件了后，相关检署的制度问题安怎来修正、补破网，也引发讨论。会上意见并没有说很有一致性的那种，大家都同意的这种意见。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还是要经过会议记录。做出来之后，评估之后，才会有哪一些部分是可以采纳的。尽管法务部开始修法初步执行用色，我一家人选未来排除当刑犯，不过是不是删除等于厝的探视、休假的规定，交正式回应。为了肖永林渐渐回归社会，制度被废除，不过会做调整，只是具体方向安怎进行，到这阵依然无明确的答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南2个警察殉职，昨是因的偷窃，大家拢真唔甘。不过，所有 YouTuber 伫网络检讨被害者，糟蹋警察，讲因执法的手段伤超过，才会互刣死。台南的警察局听了真火大，有成立专案小组，要告这个黑白讲话的人。这个 YouTuber 是一个大学生，昨昏嘛到案说明，互移送法办。亲友陆续到灵堂，特别是2名殉职员警偷窃，警政署长黄明昭也到殡仪馆致意，搁一摆强调对这代志感觉真艰苦。有没有什么要对2位殉职员警说的？是我们感到很难过。台南杀警案到即马第7天，家属亲友也伫悲痛当中。不过伫网络，所有人在检讨被害者。真正会酿起自己悲剧的主因，其实就是警方在逮捕过程中手段有点太过强硬，才会让凶嫌失控杀人。所以，如果当初警察能用更温和的手段，或许就不会有这起凶杀案发生的。不止用影片批评警察手段强硬、执法过当，搁伫面前骂警察肆无遗辜，受分言论引起警界家属甲民众怒火。个人身为警察的一份子，也深觉无比的愤怒及无法接受。我们对2名殉职的同仁表达无限的怀思及敬意，也呼吁不要再有类似不理性的谤警言论。殉职员警所属民权派出所门口拢是民众送的花，专台为含失去影响的警察所出现安尼恶意批评，而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准备依照公检部罪嫌对这人展开修正调查，佮提告。他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他们的名誉，所以这个在刑法的规定里面，刑法312条，它有规定到针对已经过世的人，那你去针对他的名誉做攻击的话，他会有公然侮辱的问题。如此提醒不止补助外人，才有刑责。公检补助过身的人，因区刑或者是罚9,000以下，就算在网络讲话嘛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电风风上头，咱镜头来台南市成功大学历史系学生，今年的秀抓是甲北门的三珠国小学校合作办文书夏令营，带学生囡仔亲身走找故乡的故事甲特色，嘛有设计实景的卖菜，也佮有编杂志，或者个囡仔会当实际上去采访、去体验、去探查，嘛希望这个囡仔会当愈来愈了解，而且介意家己故乡的文化。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学生晓早行入社区来服务，今年同款来到台南市北门区的三珠国小，开办文书夏令营，带这寡学生囡仔做回来了解家乡。无论是设计实境解谜手册，还是让小朋友们实际去制作一本刊物，都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是透过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手作来去让社区居民，或者说其他关心这个地方，或者说台南的人土风情的人，能够知道三寮湾很足够的在地故事。新大学生带这个囡仔行过三寮湾社区，路直到渔港甲地远的宫庙等等的所在，找找家乡的故事甲特色，设计实景解谜挑战，也佮有编出地远的特刊，希望互囡仔增加探查甲创作的经验，然后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在地。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方式可以让学童们他们可以去爱上自己的社区，然后爱上自己的家乡。透过亲身行踏，新大学生希望互这个囡仔会当愈介意家己的家乡，也会当带动社区的大大小小了解在地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往来真好食，屏东各处即马阁有农民种出西瓜往来、水蜜桃往来这品种。一粒西瓜往来就比一般的往来要大2倍。若水蜜桃往来，食落阁有水蜜桃的香气。这新产品在往来即马等在大出，带乡亲咱做伙来看。这颗是西瓜凤梨，这颗是水蜜桃凤梨。农民启动的品种的往来，俗界无共的口味甲外观，屏东市往来的重要产地，大部分拢是以台农17号的金选往来为主。因为产期集中第3到5月，农民就研发出其他品种，互消费者伫小月也通食到上佳调式的往来。金钻凤梨大概3月到5月中就没有了，这种就是5月到6月到7月这样。好奇吧，种看看。这个看起来较圆的是西瓜往来，一粒有5台斤遐尼重，是一般往来的2倍大，果肉较白搁较幼。酸度也比金选往来搁悬。另外，这粒是水蜜桃往来，就是水分侪伫多悬，搁有微微水蜜桃香气。连带到当地采购往来业务，也讲新品种的往来销路真好。它这有一个水蜜桃的味道，然后甜度也比一般凤梨来的高。这样，那像水蜜桃、还有冬蜜跟西瓜、凤梨这些品种，它都是跟金钻错开的。那其实它可以调配一些后期可能秋季、冬季没有那个凤梨的时候，来补上这些产期短缺的情况。这样不敢种太多，因为还不知道那个消费者接受度是怎么样。这样。那今年这样试种反应怎样？不错，我就是明年就会种多一点。研发出侪品种的往来，唔但会当互消费者食到无共款的口味，农民伫3到7月也拢有无共的往来会当采收，减少种植风险甲损失。记者综合报道。食糜配豆子是传统早顿的好滋味，市面上豆子嘛真好买，毋过要做，敢若嘛无啥困难。台南嘉里农会有专工开课，教社区的民众做豆子，一步一步来，无掺一寡有诶无诶，嘛无化学防腐剂，做诶过程真深色，食落嘛加较安心。食糜配豆乳是咱台湾人真古早味的早顿，即阵台南嘉里的社区学员，就等咧甲老师学做豆乳。因甲已经兑水拍好的豆腐下落去撒好好起来，放好冷，才会当兑入去玻璃罐仔内。那我们是从那个豆腐到晒到制作过程，全部就是一起交给同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东西，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趁着有闲暇的时间大家来学习怎么制造这种豆腐乳。把豆腐放入去玻璃罐仔，一层一层塔起来。逐层中拢爱铺米壳，安尼才会发芽。个人有介意的气味，嘛当趁即阵下落。落尾甲糖、酒这款天然的防腐剂倒入去，就会当封起来。市面上的东西很多都含很多防腐剂，那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就是用天然的防腐剂，就是糖跟酒，还有盐。因为曲菌它会分解蛋白质，它可以减少那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它是很好的食物。因为豆乳会当帮助消化，古早时啊摕来配早顿，实在真有道理。不过无用规工做好封起来了后，要搁等3个月才会当食。有学员就讲，已经开始期待3个月了后，才会分享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台南下营农会附近的毛港尾，因为过去是日军飞行场的仓库，所以捌受过美军的轰炸。即马农会壁面可以当看到当时的枪支坑，而且保存甲真完整，真有历史价值。台南市下营农会今年拄好创会满100档，近期农会嘛发现真侪日本时代文书记录，准备做所谓典藏。个上特别的是，农会后壁面保留真侪枪支坑。这就是伫太平洋战争的时阵，美军炸台湾历史现场的见证。迄个日治时期在咱中央毛港尾地区有一个日本海军的飞行场因为这是一个战略的场所，来个包括咱这个农会这个仓库，当时存放这个粮食，所以这是拢美军轰炸的目标。为着要让愈侪人会当了解这段历史，下营农会佮设计古锥的广告牌佮标示，另外佮结合在地特产白鹅，做出白鹅飞竿驶飞行机的装置艺术，有影是趣味佮摄人目。咱真有做几只美军的飞行机的模型结合咱地方的产业，因为
咱地方的产业就是鹅啊，鹅啊，这个特性就是伊的攻击性足强，所以咱会当甲模拟讲，伊要攻击咱这个这个地区一寡战略那个要点，所以咱就是用咱地方的产业白鹅，大家做这只飞行器的迄个飞行员。下亚农会表示，时代在转变，如今已经是愈来愈少人知影这段历史。过来嘛要继续甲文史工作者研究，甲这重要历史场景好好保留，也欢迎民众用时来行踏，了解在地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呼吁校、嘉义县政府甲民间合作，要起一间滨海环境教育馆。即阵新伫布地的新音国小设校的收容中心，27拜六的时已经正式挂牌。嘉义县生态保育协会10年来一直拢伫咧布地沿海进行校的监测甲保育的工作，为了要替环境教育馆先做准备，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甲生态保育协会甚至新庄国小成立校收容中心。这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收容跟护育的部分它就比较制度化然后也比较有人力物力来支援。全国第一座结合校护育的滨海环境教育馆，27伫咧布地镇新庄国小动工，以后教育馆会针对校规划完整的人工护育区加环境教育展示，一个户外空间，一人看布地盐产区郊外生态。后班亚这类所在的后的这个护翼那也会在1楼当做一个展示馆哈，所以我想这边可以兼具所谓的后的护翼跟养翼的教育。这个环境教育馆占地差不多1.4公顷，按算伫咧2024年完工。嘉义县生态保育协会讲，这个环境教育馆唔但是正经校的护育，也希望会当推广完整的生态环境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6月份的时有举办青沙堡的活动，一天就捡差不多要500公斤的海洋粪扫。有艺术家经过2个月时间创作，即马把这粪扫变做艺术品，嘛要提醒大家爱减少粪扫，保守咱的海洋。鱼仔身躯是竹啊、扫啊、甲水管，目睭是塑胶盘啊。这材料原底拢是对海边捡回来的粪扫，除了艺术家的创作。还有 DIY 课程，希望大家在创作的过程体会粪扫乌白蛋会对海洋造成严重的污染。利用这个海废来做手机架，然后还有做这个风铃。可是因为我还没有把它着色好啦，不然的话着色好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美丽一点。最多的就是保特瓶就是说我希望我们的民众在家庭上就在源头上就把它分类好不要让它让风吹动或漂流，或是随意抛弃。竹北市公所甲月举办净滩活动，参加民众当天就捡到差不多500公斤的海洋废弃物，随后透过艺术家把这个粪扫摕来创作。目前作品当在竹北市的海岸娱乐中心展出，希望提醒民众重视海洋粪扫的问题，改变生活习惯，做好粪扫分类，嘛减少使用一摆性的塑胶用品。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市最近每一档拢有举办有事青年节活动，就是让少年家去找议题，展现家己的想法来关心社会。即马搁下县市合作成立平台，找资源解决问题，甲想法变做行动，改变社会。来自中南部35个社会行动团队，甲全国17间学校、嘉义33个青年团队，组伙伫嘉义市举办行动团队成果博览会，希望展现少年人对社会参与的行动成果。那我们就是有进行规划，说我们未来要投入什么样的社区，那找到什么样的问题，提供长辈什么样的协助。我们有发现，在地嘉义人有非常多人其实有在从事创作，可是大家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把他们的作品从幕后制作，然后搬到可以让更多民众知道。嘉义市这届优秀青年节，唔但邀请前2届团队分享目前当咧做的代志，鼓吹社会行动团队成立平台，协助少年团队议题执行。有学校就讲，这是学生学习社会参与的好机会。我觉得孩子的表现都非常好，那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内容，能够展现我们青年人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关注，还有未来的想象。
你要在社会做解决问题啊，发挥影响力，这个对多数的家长或是学生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理解。那反而到第3届，我们看到学校的响应也越来越多，像今天几乎各个高中职的校长，还有我们中正、嘉大的代表，其实都有来。今年的议题有文化、宗教、族群、教育等方向。市政府表示，议题跨度甲深度拢有增加，阁有专业团队的辅导，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培养少年人更加关心社会，阁用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南看世界，咱来看外太空。2021年发射嘅微波太空望远镜，第7月份的时有翕到木星，这是木星上新的影像，因为是翕甲清，看起来明。这是英国拢毋捌看过木星，带乡亲咱紧来看。最近天文迷拢伫咧讨论微波太空望远镜所翕到的木星的相片。微波太空望远镜的近红外线翕相机所翕到的高解析度影像，搁再经过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立即处理过了后，和这粒太阳系上大的行星有无同款的面貌，包括伊表面小像大红斑的暴风圈、木星的位置、南北两极的极光，抑个传说中的木星的光圈拢正清楚。木星是伫咧太阳系内面自太阳算过来第5粒行星，甲地球之间抑个有一粒火星，伊甲火星之间抑个有一个小行星带。木星伊的卫星有甲80粒，其中上光上大的4号卫星叫做伽利略卫星，来纪念17世纪就观测到木星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微波2021年圣诞节发射成功，到离地球150万公里的轨道上进行深太空观测。今年7月，微博传回第一批相片，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白宫公布第1张相片，这是到这么离地球上远也上清楚的星系群的相片。It is going to be so precise, you're going to see whether or not planets, because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that we can determine with this telescope of their atmosphere.If those planets are habitable， 微波太空望远镜建造计划由澳洲、加拿大加美国3个国家的太空总署做伙执行，费用到3条大票。换掉顶一代哈勃太空望远镜，微波伊的主镜片总直径6公尺半，有更加悬的红外线解析度加灵敏度，会当侦测的星系光度比哈勃望远镜暗差不多100倍。以前哈勃就要几落礼拜才翕起来相片。微波无到1天就当翕好，未来微波还会收集到多一寡宇宙发源的相片，科学家正期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国内外有一寡餐厅，曾在伫店头的门卡口玻璃桶内底放一寡店内底卖的餐点的模型，虽讲这拢是假的，也毋过看起来甲真的是同款。日本就有做这款模型的公司，即马正在举办展览。透过这高人的手艺，食品模型已经成做一款艺术品。这个造型巧克力，佮有马达加冰淇淋，制作的师傅将这作品后面叫做巧克力中的爱丽丝。另外，这个咧做的是意大利面边是倒入卡马豆酱的物件，家己。也佮用10片的美式松饼搭出来的松饼塔，甲配料搭出真趣味的造型。佮较含的是用这细披萨做出来披萨柱塔，也佮有师傅将火龙果刻出亮的造型。这是当家晴空塔4楼的展览厅，由日本上大食品模型业者盐协集团主办的美味的技术展览，展出60组由公司食品模型制作的作品。普段の仕事っていうのはお客様のやっぱりオーダーですので、お客さんの意見とかを聞き入れながら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コンクールの場合はもう自分の発想で全部。全新冠病毒疫情以外的管家，按过餐饮旅游业者已经准备好啊。昨年为金控海陆运输扩张到旅遊餐飲嘅鹽協集團，為迎接食品模型事業部創業90周年特別舉辦一擺展覽。自由な発想のもと、新しい手法とかを織り込みながら自由に作品を作ってもいいというそういう一日与えられた制作コンクールがございまして。年に1回それに向けて作った製品がこちらに並んでいます。在横滨嘅鹽協集團模型工廠是制定食品模型制定嘅造卡，因為原料配料唔是麻菜西水果，也唔是巧克力冰淇淋，是塑膠嘅半成品。
用的盐是刀啊、签啊、鼎，是亲像画图咧用的笔录啊，甚至是喷枪。这展览品无论造型安怎，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绝对袂当食，可能用目睭看。今お店でね、食品サンプル使ってるお店も少な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ね、実際問題はね。ただすごいそれをアートっていう形で残し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のは面白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这展览为8月18开幕了后，会一直展出到月底。佮开放予参观的人用网络等各种方式投票，选出家己心目中上好看食品模型。公司新闻徐家珍朋友。属于热带沙漠嘅气候，这款沙烏地阿拉伯熱天嘅温度較白到就是50度，熱翕翕。民眾攏秘點室內吹冷氣。也毋過伫沙烏地阿拉伯嘅南部有一笪天然嘅冷氣，是海拔2800公尺高嘅阿尼納馬蘇山。山懸天氣涼個高霧，熱天來到遮，絕對互你趕到愛穿袖啊！小可落雨、佮大霧的天氣，帶全家大細去阿爾納馬斯山旅遊的民眾，一個攏將真高外套或者是毯仔穿起來。海拔2800公尺的高度，加上季風，而且出現甲沙烏地阿拉伯大部分的沙漠地帶真無共的濕冷的天氣形態。首都利雅得熱天氣溫較袂到50度，啊毋過隔850公里的阿爾納馬斯山則是30度以下，暗時甚至有15度的低溫。有民眾專程開12點鐘的車來遮納涼。من الأجواء الحارة والشمس الحارقة عندنا درجة الحرارة تصل ل 47 46 والآن 20 22 18 في الليل. أجواء باردة وجو خلاب، أماكن مرتفعة، أمطار شبه مستمرة، الضباب يعني。科學進展雜誌2010刊出的研究指出，本地區有地球上協助的天氣形態在溫室效應的影響之下，到這世紀末，為都市會正做無適合人大。沙烏地政府咧找找石油以外的新收集，大力促銷國內甲國際旅遊的時陣，阿爾納馬斯山這麼好的自然環境，都正做真寶貴的觀光資源。والله شوف النماص خاصة الأيام هذه تلاحظ الضباب يعني صار كثيف شوي، وأنا من عشاق الضباب حقيقة، وتتبع الضباب من أبها إلى تنومة إلى النماص. وزي ما تشاهد يعني الآن صارت حتى السياحة هنا مهيئة يعني للسياح، سواء المرافق كل شيء متاح. فهذا حقيقة أصبح أنه هي يعطينا دافع، نحن ما عاد أسافر خارج الدولة، خلاص أبقى السياحة داخل المملكة. 这来度假的民众穿雨衫、戴帽啊、踮咖啡，秘伫的雨伞下骹，看风吹伫边仔咧飞。旅遊局佮为这爬山人甲骑脚踏車的人去一條農務公路，互因一路穿過攏是雲霧的山。公司新聞王慧文朋友。天氣報你知來關心，今日到拜三之前，各地攏是小熱天氣，過到愛細日雷公雨。拜四開始天氣才會變做無穩定，因為受東邊低壓帶影響，佇遮方面內北部、東北部會落雨，溫度嘛小可下降。咱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加27度，上懸35度。中部的溫度上加25度，上懸34度。南部的溫度上加25度，上懸34度。東部的溫度上加26度，上懸34度。外島的溫度是27度至33度。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鄺興珠，祝您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